咱的友邦巴拉圭的總統貝尼亞是頭一屆來到台灣國事訪問，總統賴清德是用這軍禮來甲迎接，也講台灣甲巴拉圭呢是真堅定的友伴，也來感謝這貝尼亞總統長期佇國際場合持續為台灣來出聲。貝尼亞也表示講，這巴拉圭是真重視甲台灣的情誼，希望會當繼續來深化合作，推動戰略性的友伴關係。以21項禮炮、高規格軍禮迎接總統賴清德，歡迎南美洲友邦巴拉圭總統貝尼亞第4屆訪台，嘛是貝尼亞就任總統了後頭一擺帶團來台國事訪問。兩國國旗佇加達加蘭大道頂飄揚，顯示台巴69黨的邦旗。賴總統表示，台灣甲巴拉圭攏堅守民主、自由、人權等價值，是對方上堅定的友伴。嘛特別感謝貝尼亞總統長期佇國際場合上替台灣發聲。我們也期待未來兩國繼續在國際上相互扶持，一起發光發熱，促進彼此以及全球的繁榮發展。相信透過貝尼亞總統這次來訪，台灣與巴拉圭的情誼將更深厚，合作更緊密。Que este encuentro sea un símbolo de esperanza, amistad duradera y cooperación fructífera en beneficio de nuestras generaciones presentes y aquellas que vendrán después. 貝尼亞指出，巴拉圭真重視甲台灣的友誼，希望這屆來訪會當替雙方對話合作拍開全新的機會，佮推動台巴戰略性友伴關係，繼續造福兩國人民。記者綜合報道。